排山鄉嘅全新嘅細別墅賣得特別快啊！呢一間別墅咧，聽聞咧已經有好幾個客人喺度等緊啦。呢一間全新別墅亦都係從舊年開始裝到今年嘅，而且嚟講，你睇下佢大馬路位置靚，東南向。呢一個業主嘅裝修咧，可謂是係別出心裁啊！裝個質量同埋裝嘅配搭風格，亦都係比較舒服嘅。咁啊，佢適合啲比較有質感嘅。大廳呢度已經有成5米嘅闊度啦。你睇下餐廳呢個空間，餐廳呢個空間入嚟係咪感覺佢比較舒服啊？而且嚟講，滿滿嘅收納空間位咧，亦都係準備好啦。咁再嚟睇翻佢嘅廚房，廚房呢邊嘅話咧，我哋要用心睇一下，因為咧佢廚房呢邊嘅係比較特別嘅。咁過到嚟廚房呢度睇完咗之後咧，睇下佢洗手間，洗手間呢度咧係兩用嘅，可以喺廚房呢度出嚟洗手間，亦都可以喺長者房呢度過嚟洗手間呢個空間嘅。呢個長者房咧仲可以擺埋個1.5米嘅床就可以搞掂噶啦。咁呢一間屋嘅話，實用面積就達到咗成180平方嘅全新裝修。睇完咗1樓，我哋上去睇下2樓嘅情況。整個樓梯用嘅係大理石嘅鋪墊嚟嘅。2樓呢度咧，一共係2間房，2個洗手間嘅。佢個裝修風格比較特別。2樓嘅一間房係個套間嚟嘅，另外一間房咧就係單獨嘅一個房間，帶埋一個洗手間嘅。咁整體咧，佢個設計度嚟講咧，入嚟咧你都會感覺佢個房間度咧會比較舒適嘅。咁呢間大房嘅話咧，如果唔想爬3樓咧，呢間大房可以用作主人房嘅。你睇下呢邊嘅書台啊，呢邊嘅衣櫃啊，全部都係整好晒啦。睇完2樓，睇3樓。3樓呢個主人房嘅空間度咧，我哋細心品味一下，因為佢個櫃做得比較特別。呢邊入門咧就已經係整咗一排櫃嘅收納空間喺呢度啦。呢邊咧係擺電視機嘅空間嘅，所以整咗個背景牆。咁呢邊咧就係我哋擺放衣服啊、飾物嘅空間啦。咁呢邊咧就係呢一個擺床嘅空間啦。呢邊仲有一個窗，所以嘅話3樓呢一個光線度整體嚟講比較靚嘅。過嚟睇到就係我哋嘅洗手間啦。主人房嘅洗手間相對於嚟講咧係比較夠用噶啦。再出嚟睇下3樓主人房呢個獨有嘅陽台空間喺度，東南朝向，而且嚟講佢個樓間距非常之開闊，非常之舒服啊！好少有呢種咁優越地理位置嘅別墅放出嚟賣。我哋睇完3樓，落下邊做個總結先。呢間全新嘅4分1別墅係啱啱裝修好嘅，從舊年到今年歷時咗7個月先裝修好呢一間別墅嘅，可以睇到業主嘅裝修係非常之用心嘅。呢一個裝修質量同埋呢一個設計款式咧，亦都係花咗唔少心思嘅。咁佢最大嘅優點，東南向大路邊，位置優越啊！依家嘅話先係賣緊180幾萬嘅，首期嘅話40萬就可以啦。更多詳細嘅信息或者你又想傾價錢嘅話，咁你就嚟聯繫大方睇房了解更多詳情。